学贵学校白话字课本儿童故事册第一册陈光辉编著第10篇后三疼的兄弟仔。有两个兄弟仔真相好，因拢是农夫，也是住隔壁。有一摆年冬收了，大家若咧看伫埕呢规堆的五谷的时，两个有安尼想：阮小弟仔囡仔太济个，行了会无够，我永远要摕一半来去互伊。阮兄哥伊无囡仔太无伴，我永远要摕一半来去互伊，互伊通卖较济钱来用。迄暗因有安尼做，总是明仔早起拢着惊，搁摕一半去互哥哥啊，去互小弟啦，他会枵遮济。即两个兄弟仔不时着安尼相疼，咱决意相疼。